哦，我先下地去了啊。哎，回头谢丈了来了，我也就下去。哦。二大，二大，等等我。二大，您咋起那么早嘞？早起下地浇麦子，日头不晒嘞。啊，对了，我看那大烟地里又有虫子了，咱是不是又得撒点药嘞？哎，怪了，这街上咋一个鬼子都没有啊？都睡懒觉了。你以为像你似的？那咋一个人影都没有呢？不管有没有，我们都得干活啊。下地去。哎。石赖子，哎，这地不浇水可不成，就把小溪里的水引过来。哎，可贤，你蹲在我家地头，瞅啥呢？二大，我看您家地里这罂粟花咋长得这么旺盛啊？二大，二大，水接过来了。哎呀！水咋是咸的呀？哪个闹孙放盐了？瞎咧咧啥呀？那水咋能成咸的呢？二大，你来尝尝。先别浇了。哎，二大，你看我做啥？我要知道是哪个孬孙干的，我非得弄死他不可。可贤啊，我告诉你，不能用盐，得用碱，碱水绝长不出庄稼来。爹，他跟你说啥了？没说啥，他心里苦啊。啊，对了，爹，你瞧那岗楼，咋连那上面的日本人都没了？是啊，这帮孬孙子去干啥去了？该不会像上次那样讹咱吧？回头又带个啥腾真腾假的货还来？横竖没人瞧见，要不趁他们人不在，咱把地给烧了吧？瞎胡闹！该浇水浇水，该施肥施肥。等小鬼子回来了，看着我们毁了他的罂粟花，那不是祸害全镇的人吗？哦。哎呀，都好几天了，这街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我看呐，嘿，都上您消保店了。难说，夏盐文物店也保不准的。爹，咋回来了？啥情况？鬼子投降了，抗战胜利了。啥？我在山上从老八的电台里听到的消息，中央军现在在洛城受降，三井他们估计是接到了命令，赶去投降了。怎么说，是中央军把鬼子打跑了？中央军哪里打过鬼子？洛城沦陷后，他们早就溃不成军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坚持和鬼子打游击的，只有八路军。我听说八路军那老八一半都是土匪啊。不错，八路军是改造了一批土匪，可是他们现在不再是土匪了，个个是英勇善战的抗日勇士。呵，才去了几天就帮着老八说话。我没帮着他们说话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三井他们现在去给洛城的14军受降，那是14军偷盗抗日的胜利果实。掌柜的，拿2坛庆功酒来啊！走。1坛4毛，2坛8毛。好小子，我们在前线为了你们打鬼子，可是拼了老命了。就是啊，你一小破店还敢要钱？哎，老总，老总，您说的是，您辛苦，劳苦功高。这样吧，这2坛酒您拿上，还有一些点心，要是不嫌弃，您都拿上，啊。算你掌柜的识相。拿走，来，哎呦，各位好走，各位好走。
日本人走了，快把他们抓住！给扒了你！全部人快，小叶子，快点！小叶子，快点！把这些害人的罂粟花都给我毁了！毁了！给我儿子罂粟报仇！是啊，给我儿子报仇！娘，你咋来了？你腰不好，可别敢乱动啊！我听说要来除这樱花，给我儿子报仇！这好利索了！这赔日报仇！你家小丫头，我见你，打死我都不会！叫我还让你害人！把这玩意儿全跑了，咱们腾出地来种粮食，到时候咱们多喂几个猪啊！啊！哎呀，好两下。二大，咋不离地呢？来，我帮你来。哎，用不着你吧？起开起开。啊，还怕日本人打过来啊？不能了，没听人家说吗？这抗战都胜利了，日本人都被打跑了。二大，弄啥呀这？管得着？我爹说弄啥就弄啥，错不了。那最难缠的主来了，你赶紧在后边作坊去把二大给请出来。二大不在，下地去了。你们赶紧那个剥蒜瓣的剥蒜瓣，称盐的称盐，你们就假装没看见他似的。哎，我是。买啥来4两开口香。？12个铜板。今儿我没带钱，您先赊着。哎呦，少奶奶，你惹谁不行，您非惹中央军。他们到洛城啊，是给鬼子受降来的，个个都觉着，哎，是个功臣似的。哦。哎，谁是中央军啊？就是咱们中国的军队呗。扒花园口的？对呀，他们扒了花园口就抗日打仗去了。那老八呢？老八也抗日啊。老八？那中央军都抗日，他俩打啥呀？葡萄，这老八和中央军不一事儿，老八是老共的军队。前方士兵治病疗伤之，哎呦，这大爷这乡亲们，大家稍安勿躁。病人呢姓朱，叫朱梅，是国民政府派过来的专员，专门处理抗战胜利后的各项民生事宜。日本鬼子在占领太平镇期间，干了不少丧天良的坏事儿，让乡亲们受苦了。我说，这戏子倒是混得有模有样啊，每回见面都升官，这又成什么专员了？哎，你要是当初跟了他，现在不也是专员夫人呀？找死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解了，欠松了？这抽大烟呢是害人的东西。我知道日本鬼子逼迫大家种了好多大烟，这些大烟呢千万不要浪费。国民政府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这些有药用价值的大烟。这些大烟是我们前线士兵的治伤良药，眼看着即将成熟，大家千万不要浪费了。这出了，都出了呀！你说你干嘛要带着我们去除烟啊？啊！按照道都说了，不出了，你还煽风点要叫我们去除，你按照什么回事？行了，娘别闹腾了，闹腾也没用，这财注定不是咱的，走吧，回家。哎呀，行。爹，咱这次种个啥？种二茬水稻，这稻子皮跟麸子和起来，猪可爱吃了。过了年呀，就能吃上猪肉粥，哎，香的呀，嘴唇直打溜。好嘞，今天哥哥嫂子也回家来住了，今年过年老热闹。
道石头鬼子生意咋这么好啊？这一大早上绑点绑得我手都快断了。嗨，又抽懒筋了。哎，谁抽懒筋了？我说的是真的啊！我这现在早上到现在茅房都没上呢。叫我哥出来帮忙。哎，我俩走啊！嫂子早啊！早。中午又给咱做啥好吃的嘞？这些日子下酒酿该是糟好了，一会儿我去摘些桂花拌上，回头给你端酒酿丸子吃，可好？好啊，嫂子来了真好，老有惊喜的好东西给咱吃。那我去厨房了。哎。哥，前面店里忙不过来，你赶紧去前面帮忙。哈，这新婚燕尔的花样还真多啊！不乐意一块睡床上，喜欢打地铺。赶紧去店里吧，石赖子忙得要伸出8个爪子来了。哎，就来。领导蚊子喊，干活去啊！瞧你乐的，眼睛都眯成缝了。你男人是潘安在世啊，稀罕。我家赖子呀，还真不赖，天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养活我。我是越看越中看，而且呀，中看又中用。哎，你说我打小跟他住一个院儿，我咋就没发现呢？真不要脸！我都嫁2回了，要脸弄啥？我琢磨着吧，现在这日子也太平了，我得抓紧时间给我家赖子生个大胖小子，你说咋样？你还生生的，你生一窝猪都没人管你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！报告我干啥？哎，你这人，我这不想关心关心你吗？想当初咱9个媳妇儿，一晚上都守了寡，现如今该嫁的都在嫁了，就剩你一个了，连秀梅都死了，表哥嫁给童脑，你说？你守着身子干啥呀？等天道回魂吧你！讨厌！我守我的，跟你啥关系？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你说这童脑跟秀梅咋看着那么别扭啊？那叫啥？貌合神离。就他俩往一块站吧，咋看都不像2口子。你又知道？啊？你躲我家井里当奸细了？哎，我明明记得呀。当初银虎搂着他满镇疯跑，咋呼着说：“啊，谁也不许欺负我表妹，欺负我表妹就是欺负我孙银虎。”你说这银虎才阵亡几天呀，他就成你家嫂子了？还说我改嫁改得快，跟他比呀，差老鼻子远了。你呀，不嚼舌根你要死啊！好不容易日子太平了，你又想弄啥？那小鬼子在的时候，屁都不敢大声放一个。现在他们跑了，还不叫我好好说说话，痛快痛快，要憋死我了。哎，你瞅见那朱梅了吗？咋了？明明一个戏子，哼，现在成了政府专员了。这回不知傍的是什么小局线还是大局线斗的关系。总之啊，那没良心的主，能当好官，我是不心烦。说曹操到来，赶紧当着人面直接说。汤面，多年不见，你咋没变样了？这是我媳妇儿，你想干啥？想当年受磨难的时候，借过你们家墨，受过你们的恩惠，不弄啥，该谢你。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谢谢长官，受不起，回家。说好了，进来收大烟桃，钱带了没？钱自然是带了，不过也得先让买主验验货吧。验呗，都在那儿搁着呢，自个儿去验，等着你来。验完了，看看要多少，货都是一样的货，给你到仓里去称。
货是好货。你咋卖啊？10块钱1斤。太贵了。那么贵啊？不是说按市价收吗？我出7块。凭啥？这太平镇呐，地处偏远，运到上海的药厂直西药，这路上的运费也不止3块1斤吧？运费那是你自个儿的事儿啊！啊，我当宁可卖给洛城的药店制成中药呢，这玩意儿治腹痛泻痢都是良药，倒不如就近卖了。8块半，吃亏占便宜算我的。专员不是政府派来的吗？这政府出的钱买的烟套，跟你又有啥关系啊？咋吃亏便宜都是你的了？你要不买，赶紧过主，到别家转转去。只不过这玩意儿吧，太平镇也没几家能卖的。你再赚回来的时候啊，我这玩意儿还得涨价，到时候还是我自个儿说了算。哎呀，你倒是一点亏都不吃。亏可比馍难吃，我才不吃亏呢。你说，我来当这个专员呢，日后定然是当你们的父母官，这半点折扣都不到，实在是不带讲情面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平常的客人，也不是头一遭买你们的，就说能保个人情价。当不当父母官的，我不管。来买个东西呢，就算是老主顾，可只买了5根烟，你好意思说自己是老主顾，我就只管给你1个9块9毛钱1斤，1分都不能少。请交。谢主专员惠顾，请移步去仓库，我让账房那边给你算账。谢账房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。那位是？那是我们家少东家，今儿个是来帮我们二少奶奶掌柜的。哎，朱专员，啊，请吧，请。我可以进来吗？还不睡？你还记得你成亲前的那天晚上？记得。不知道那夜晚你有没有像我进来这样犹豫了那么久？没。瞧你这双眼睛，从你来我家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迷上了这双眼，又大，又黑，又圆。如果再黄一些，就是山猫了。它打生下来起，就自以为是占山为王。这山里的老虎、狮子、熊，个个都比它有资格称山为王，可它却自在威风，理直气壮，什么世面都见过似的，从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葡萄，你怎么生了这样的一双眼？回
不吝的。你真是什么都不怕呀！有时候，我真想向你借些勇气，和你这种无所畏惧的胆量。你怕啥？既然是自己选了走哪条路，就直不当前怕豺狼后怕虎的过日子。我倒要问你，你和嫂子这样分着床上床下的睡，到底想弄啥？难不成让人守活寡吗？那你呢？你也要这样守下去吗？谁说的？我碰见中意的，自不然就嫁去。嫁给谁？镇西的王光棍，魏州的马裁缝，还是今天来买烟头的那个？我不让你随便嫁人，误了你的终身。你是要我一个，还是我一双？既是成了亲，就好好待人家，这样不痛不快的过下去，到底想折腾的是谁？实在是舍不得。有时候，我非常可笑地问老天：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是不是要惩罚我？和你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么多年，却不能和你在一起。该罚就该受。哪有什么天定的事儿？全都是自个儿造的孽，怨天尤人都不管用。受。你真的就狠下心，一辈子都不变。我和你一样，都没变。你说这外乡来的王葡萄还真是能耐，大了包了天去了。咋了？你没听说呀？那县城来的大官朱专员瞧上他了，哼，他还不依。你说人家朱专员吧，虽然是戏子出身，可人家可是一表人才啊，还是大官。那王葡萄那小寡妇还不依。你说他想找啥样的男人呢？我估计呀，他就是故意调高。到时候再卖口价，看上他了，我咋没听说嘞？你呀，没听说事儿多着呢。我看到王葡萄啊，就是个妖精转世。你瞧他那又俏又勇大，又是个水灵灵的小寡妇，这哪个男人看了不想蹭一口这个钱？看上他，我是不信。别人不知道，那朱梅我不知道啊。看上了个跟我也没关系，管他嘞。朱专员的事儿你不管，那你家赖子呢？他和葡萄可走得嫩劲活，天天一道
道种地一道看店的，这要是到野地里打个小滚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你就不担心你家男人被那王捕头蒙了去？我告诉你，我还真不担心。赖子眼里呀，我才是天仙下凡呢，知道吧？得了吧，你这话说反了吧？就你家赖子那德行，那王捕头能瞧上他？哎，对不对啊？这天天要是在一块干活，这保不齐啊就开上眼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赖子缘分是上天注定的，谁也别想插一杠子。曹破啊，你少搬弄是非。是，你这人好心当成驴肝肺是不？我不搬弄，我不搬弄。哎，你自己瞧瞧，你自己看，来了。真不是。哎呀，菊儿洗衣服呢，来我帮你来。用不着你帮，那好好的道你不会好好走啊，就非得这泼皮打打闹闹的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是不是脾气太松了？啊？这犯啥病了你？我去下地干活，顺道来看看你，咋了？吃火药了你？少装蒜！成天勾勾搭搭的，没个正形。下什么地呀？跟我回家，给我搓板去。来了来了来了。这是，哎，饭定了，别跑得那么快，颠着屁股啊，颠烂了炖红烧肉的不香呢。掉下来摔死呀！你这个生坯子，你这么生猛，总有一天的命会葬在你这生猛上。早不断，晚不断，这时候断了。幸好啊，是这时候断了，把你的命落在我的手里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啥？缘分。嘿，你来弄啥？我不说了吗？特意过来救你的。再说了，这山上只许你来，不许别人来啊。少废话！你那些在戏班子学的本领，在陶明面前都使不上劲儿了，还来我这儿，更没门路。我说呢，我也没怎么开着你，咋就跟我杠上了？原来是恼我当初负了陶明，我跟他呀不合适，他跟着我呢只能遭罪。他现在跟赖子相亲相爱的，不是挺好的？呵，你瞧你，诓人诓的像你这么理直气壮的还真少有啊。只不过我们这儿都是乡下人，乡下女人，比不上小菊仙儿、三姨太太们那些达官显贵的。你惹了我们，想弄啥呀？你不镇长家的寡妇吗？岁数大，把你当成亲闺女看。我呢，正好会在这个县里做县长，有你家这方圆100里的大户当亲家，正好会相配对。算了，来，弄啥？这世上谁不想得美？难道专门想着丑不成？我最起码是真心实意告诉你实话，总比拐着弯骗你要好吧？你说我见识攀高，我认。这世上，谁不想往高处走？难道好端端的非要往那低处老鼠窟窿里钻，才算是心高好人？你倒是有歪理啊！放开！我不放。跟你扯！放开！我就不放。放开！自打买烟卷那天起，我就看上你，这辈子我都不放。放开！
你为什么总叹气呀？不如意的事儿，真的那么多吗？没那么多了。以后不叹气了。生死关头都经历那么多了，还为儿女情长犯执着。你是在说我，还是说你自个儿呢？都是。那你往后是怎么打算的？吃点药吧。好点了吗？到床上睡吧，这样潮气太重，对你身体不太好。这么冷的水，手怎么泡得下去啊？快别洗了，回家吧，要下雪了。好啊，那你帮我把水冲上杀手吧。你不是说今天是农历小雪，要亲自下厨做雪里红炒肉丝给大家吃吗？还不下地去摘菜，怎么有功夫来找我呀？早就摘好了。等你回家吃饭呢。你说这菜还真那么能耐，平时啊觉得它好吃，还真没想到它真有那么大能耐。春不老，霜不老，等到这么冷的冬天，别的菜都冻坏了，就它常青。你呀，就是一个大秀才，家里的店里的事儿，哪件你不觉得怪呀？误以为我阵亡了，所以发了这封通知书。我在前线朝思暮想见到的就是你，现在终于见到你了。你怎么才会？回来就不晚。我先回去了，你和表哥回家看看去吧。他来干什么？我已经嫁给他了。你说什么？
今年是瑞雪，冬麦有丰年呐。可不是嘛，这天灾人祸都有个轮回，今年咱们总算是赶上一个好年头了。你看这个。哎呦，大家都在啊！葡萄，葡萄，哎，葡萄，来，这个呀是我从省城带回来的书包，带在你头上，一定。孙镇长，这个呢是我从长白山上采下来的人参，冬寒补气正好。哎呦，朱专员，礼重了，无功不受禄啊！哎，葡萄，哎，儿子，你猜我刚才在镇口看见谁了？谁呀？哎呀，银虎！真的？胡说八道！这车都开到镇口了，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那银虎早就阵亡了。石赖子，你拿死人开玩笑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啊？哎呦！再说了，银虎是啥脾气啊？弄点事儿，2里地以外就能听见了，他能悄悄的进来？我也是搓了半天眼睛，才看清楚自己不是见着鬼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要诓你，我生儿子没屁眼儿。你胡咧咧都到家了，你。哎，你看。莫非他真的活着回来了？